东方特色茶遇上西式顶级纯酒，可以来喝这盘。精英酒店4楼酒吧严选红茶、铁观音等，再分别加入伏特加、莱姆酒、白兰地、龙舌兰，制作出12款共36支的茶酒 shot， 还取名36季。特别喜欢的是调虎离山。我觉得它里面的茶香再带一点点的果香调，真的是很棒。36季这样子是蛮有趣的，因为可以抽签啊，就是可以跟朋友大家一起来玩，然后又喝这么好喝的酒，有茶香啊，又有果香，而且重点是36杯，每一杯都不一样，所以非常的特别。36杯，杯杯口味不同，茶杯上还设计有混水摸鱼、隔岸观火等兵书计谋，非常有巧思。朋友聚会还能用签筒来抽签决定要喝哪一杯，增添趣味。从5点就开始营业，下班时间就差不多可以来喝酒，然后晚上的话也可以看着外面的月光一起来喝酒，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。那我们这边呢还有36季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调酒的选择，很多人都会为了这个36季从北而来，从东而来到台南一起来享用。这盘酒已经成为来台南一定要朝圣的酒款之一，再来上一盘主厨特制的36榨，绝对是享受微醺时刻的最佳选择。记者苏怀谈的报道。